我们从11月开始，我们的教会就要进入一个宣教的月份，也感谢神，让我们在台湾疫情能够得以慢慢的解封，所以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前面带敬拜的弟兄姐妹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啊。那牧师的讲道也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啊。那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到圣殿来敬拜神。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亲近我们主耶稣。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道路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道路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是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道路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道路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来为几件事情祷告。首先为你个人来祷告，求主耶稣保守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得赦免。第二，为我们上帝所保守与祝福的，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也为你所爱的家人的健康信仰献上你的祷告，更为你自己献上自己，更为主所用。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当中得把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所犯的过犯当中，你用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主耶稣，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因为有无限的恩典来带领我们。主耶稣，我们为过去所保守的、所拥有的祝福献上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你在时时刻刻的保护当中，主，我们在生命当中时时来称谢你，因为是配得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你祝福，也我们所有的家人献上祷告，我们的孩子、父亲，他们所要学习的他们的信仰，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跟我们自己献上祷告，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听主耶稣的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道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道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求主耶稣给牧师有健康喜乐的灵，带领我们教会往前进，也让我们的信徒有渴慕的心，活出基督的生命。渴慕的心是神所赏赐的，当我们渴慕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读神的话语来亲近神。更重要，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教会更健康，充满上帝的能力。当我们教会更健康有能力的时候，撒旦的攻击破坏就会更严重。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求主耶稣来保守我们教会在神的恩典当中充满了主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
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说求你保守牧师有更健康、有喜乐灵、活泼灵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也带领我们的教会当中活出主耶稣的意象，带领我们的信徒往前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信徒更渴慕神，活出主耶稣。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你恩典中成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在我们恩典当中。主，我们谢谢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在你面前。主，我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教会提摩太牧区来祷告，我们青年事工来祷告。那我们知道求主耶稣兴起我们教会新的领袖在我们当中，也为我们小组长、小组牧养事工来祷告。那我们更重要，在下面一章，也为我们年底的这些福音事工来祷告，求主耶稣保守我们在接下来下个礼拜的爱城的福音事工，还有感恩节的福音茶会，以及我们的刘启举院长见证会福音餐会。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好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活动，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所以说我们要谢谢赞美你，所以主今求主兴起我们提摩太牧区在你面前，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说我们在年底当中有许多的活动，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你的祝福。所以说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有兴起更多的小组牧养事工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所以我们感谢要赞美你，所以我们谢谢赞美在年底的福音事工当中。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更多的谢谢赞美。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爱富强教会胜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所以说你领导充满到我们当中，所以说求你来祝福我们的牧师有健康的身体、喜乐的灵，带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往前进。所以我们求你来赐下渴慕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愿意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所改变的。所以说求你来兴起我们当中青年的领袖，主要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在你面前得蒙祝福。主，我们谢谢，我们特别为我们年底的事工献上感谢，将我们要所带领来的这些新朋友掌握在你身中，所以求你亲自来动工在他们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来起立来唱首诗歌。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再次宣告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大主宰。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接下来我们要为一些事情来做属灵的征战，特别我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他们的心灵受辖灵疾病的辖制，我们要求神来帮助他们脱离这些捆绑，为我们当中婚姻亲子关系受迫害的兄姐来祷告。神要破坏我们的服事，破坏我们生命，就从我们的婚姻亲子关系开始，求主耶稣来保守这些关系。第三，我们为工作事业需要突破的兄姐来祷告，也为我们当中有生病的兄姐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来做属灵的征战，求神来遮盖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受辖制的，我们心灵受捆绑的。主耶稣，你来释放我们，主来医治我们。特别将我们青少年当中有许多人的灵里面受捆绑的，我们的身体受捆绑的，我们的魂里面被捆绑的，我们的生命被捆绑的。主啊，你要帮助他们，要卸除他们这些捆绑。主耶稣，我们求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有许多
受搅扰的，在亲子关系就受捆绑的。主耶稣，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跟福音祝福。所以我们要谢谢你，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工作需要突破的兄姐，求你赐下那丰盛的灵在我们当中，也为我们当中有生病疾病需要代祷一定的，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们，求你赐下医治灵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兄弟你透过你的帮助，我们得胜。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来献上我们祷告，求主耶稣圣赐下那谦卑渴慕的灵在我们当中，预备我们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也求上帝恩膏牧师所有服事同工，更求圣灵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圣殿当中，赐下主的医治与安慰。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领受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说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赐下的渴慕灵，所以说求你恩膏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领受。所以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所以我们求你恩膏我们属事同工，求圣灵的同在就充满在我们圣殿里面，开启我们的心，谦卑我们的灵，让我们领受你的医治跟话语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让我们倾听你的声音，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哈利路亚，主耶稣。一起来听主的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盗墓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盗墓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盗墓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盗墓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的着迷，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的着迷，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向
胜过一切来荣耀你。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I miss you. Oh,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Oh my Lord， 天父的永不止息，从天上来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的着迷，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I love you, I miss you. Oh,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Oh my Lord， 天父的爱，永不止息，从天上来的声音。Oh my Lord， 天父的爱，永不止息，从天上来的声音，从天上来的声音。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我心向你敬拜，在玻璃海，我要敬拜，匍匐在你身
主耶稣，我们心向你敬拜。在玻璃海，我要敬拜，匍匐在你圣洁中。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全人向你跪拜，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宝座配上。再次我们到你宝座前，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我心向你敬拜，在玻璃海，我要敬拜，匍匐在你圣洁中。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全人向你跪拜，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宝座配上羔羊，圣羔羊，日之者，赦我罪，使自由。圣羔羊，日之者，我的心称颂。圣羔羊，日之者，赦我罪，使自由。圣羔羊，日之者，我的心称颂。神羔羊，我们的主，我们恩典的救赎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再次聚集，用诗歌敬拜你，用祷告的心来排列我们所有的祷告。主啊，你是听人祷告的主，也是赐下恩典的主。特别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主你就亲近我们。神啊，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亲自领受从天上来赐下来的恩典跟福气。主啊，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妙，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领受，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主啊，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2处的圣经节。第一处圣经节，以赛亚书54章13节；第二处，箴言3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年轻人啊，不可轻视上主的管教，不可忽略他的警戒。上主管教他所爱的人，正像父亲管教他的娇儿。寻求智慧的人有福了，找到悟性的人有福了。
赞美。我们请芷兰小组所要献唱的诗歌高声唱哈利路亚。献唱完，请牧师证道。今日证道的主题得生命智慧的教导，我们一同恭敬来领受。活着。哈利路亚！哇，太热情了，太热情了！谢谢啊，我们芷兰小组他们恢复献诗，他们拿第一棒，哈哈，感谢主热情，我们都热情起来了。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11月份就能够正式恢复我们一个实体的敬拜，那也不受人数的限制。那我们的疾管局也说，
主持的诗歌或是牧师可以暂时脱下口罩哈。刚开始不戴口罩，有觉得怪怪的，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哈。不过感谢主，我们又经过了5月份到现在哈，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期待这种热情的敬拜，不只是小组，而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奔放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闷得太久了，对不对？主要让我们更热情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之前，先来做祷告。慈悲父神，感谢你，感谢让我们一个热情的敬拜，在你面前，我们跟主的心是连结的，因为神恩典跟我们同在。主啊，求你赐下智慧的言语，透过圣灵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生命，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要得着生命的智慧。求你带领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是主日学，我们又把它扩大成教会教育事工的主日，甚至换句话说，主日学它是一个机构、一个团体。通常我们都把它认定是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在上课，但是教育是这个教会教育，就是应该扩大到整体每一个弟兄姐妹门徒的教育。等一下我们会请硕荣长老来做分享。那我们要从圣经的话语学习，说我们要得生命智慧的教导。那这个主题呢，我通过2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学习哈。因为经文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复习啦。我们从以赛亚书54章13节这一段话，他说：“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导。”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导。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教我们怎么样从耶和华得到教导呢？那这个新翻译的本是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那无论是智慧的教导无论是耶和华来教导我们，那一定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领受的对象。我们现代人很习惯从幼稚园就开始到学校幼稚园去学习啦。所有的课程，包括现在什么108课纲，哇，一大堆课程，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追求说能够得到最完整的教育。但是为什么要受耶和华教导呢？我们人自己教不行吗？那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个区隔。那个教导是什么样的形式呢？这一段话他说：“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因为这个教导是跟生命的智慧有关，是跟整个生命的生存有关。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课程，你学会了，也许你可以拿到一个证照，或是你可以到哪里去工作，或是你国家有很多考试，比如说最基本的你的所谓的驾照，你要考试，因为考完了你才能够顺利的上路。很多的考试，很多的证照，但是耶和华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跟整个生命有关的，它是要得生命智慧的教导。再来，箴言3章11节到13节更完整的说明了。第一段他说不可轻视上主的管教，不可忽略他的警戒。好，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常在一般的一个教学理论，对不对？教育的理论通常会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教育心理学让小孩子，让学习人叫做无痛的学习，对不对？哇，现在很多网络上的教学都说你怎么样融入你的环境，让你很快就学到你想要的，包括现在最流行的英文的教学但是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教学它是管教的是警戒的。那因为跟你的生命生存有关，而不是你学不学我不学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很多如果没有数理头脑的大概离开学校，你的数理就停在那边了当然科学家专家不一样，他越读越有兴趣，又钻研很多课程是学校学完了，离开了就不用到也没关系。但是生命的教导不一样，所以他这边讲管教，他讲警戒，那就跟你的生命生存、整个人生的发展、整个价值观有关系。所以他说不可轻视
上主的管教，不可忽略他的警戒。那既然是管教跟警戒，就带有一种压力存在，带有一种矫正的存在，带有一种你不喜欢，但是要跟你讲。那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平常做爸爸妈妈最常做的了，好，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说教孩子教的不会，就是很烦心呐，或很难过，或是说有时候很伤心啊，孩子都不听话，因为有很多生命的学习是跟你的本性或是你的欲望，还包括你的罪性是相反的，所以必须把你调整起来。等一下我会讲一两个小故事来印证这一件事情哈。所以箴言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就直接引用了上主管教他所爱的人，正像父亲管教他的娇儿。管教当然就是有管还要教，表示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让你觉得我为什么被管？因为就像爸爸爱孩子一样，我们通常呢，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有责任嘛，所以你不教也不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不管别人的事，人家的孩子人家教，我们怎么好意思教人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社会上有一些冲突的事件的时候，会讲说你这个人没有爸爸妈妈教了就有一点在歧视他，或是有一点在批判他的意思哈。但是有时候一些教导是整个社会公益，我们所谓的公民社会的时候，有时候有人愿意多伸出一双手说，这个不行，我们要把它矫正过来，包括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包括一些社会不正常的观念哈。我们常常会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或是有一点犯规，有些人比较鸡婆性他会告诉你说你这样错了，或者跟你按了个喇叭哈。不过在台湾要很小心，有时候你稍微介入别人一下，别人要不要跟你逼车了这社会常常这个事件很多。不过在国外有很多这种仗义直言或是正义感的人。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有一些是阿嬷他开车比较慢嘛但是看见有一些年轻人开车违规过那个十字路不停了，他就开过你前面，指责你说你不行，你这样犯规。他说有人会愿意来帮人家矫正了但是一般我们台湾人呢习惯说我们就自己要自己来就好了，不管别人因为有这种现象不过不管如何，我们就看见说，主因为爱他的百姓所以就会管教他。有时候不是你愿意的，或是你喜爱的。所以第3节说，寻求智慧跟悟性、聪明是有福的。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知识的教学，一个文字的教学，或是一个课本的教学，是整个生命的智慧一个完整。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说耶和华教导、耶和华教训，那是什么教训呢？是不是从天上有声音来教你呢？刚刚魏鹏长老带我们唱一首诗歌从天上来的声音。这首歌就是下个礼拜爱成弟兄要来分享他所做的歌，他唱的歌好了，有些人有意向会领受天上的声音。不过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普遍性的耶和华的教导，应该包含这几项第一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我们所谓主日学的课程，所教导的课程，都包含在耶和华的教导里面。那我们在家里面呢？家里面就是父母亲、家人、长辈用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规矩来教导孩子，包括请他一起背圣经，一起做敬拜，一起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家庭的祭坛。那有时候在犯错的时候，用圣经的话让他知道说，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这是圣灵的教导，是耶和华的教导。那家人在家里面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孩子就走上一个从合乎圣经的课程。还有
最重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长辈用所有的一个榜样来让孩子来学习。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见说，生命影响生命，那是最主要的生命的教导，还包括圣灵的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跟神亲近，我们就看见圣灵在引导我们。当然，有些人他对现在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教学觉得不满足啦，感觉上好像只注重文凭，只注重知识，只注重分数。有一些部分就刚刚讲的，我们一些生命的教学在学校学不到。我不知道各位跟牧师的年纪或是年轻一点的在学校上公民与道德，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有真的有帮助吗？或者是说这些只是知识的教导而已，而是真的要生命的教导。我们看见呢，现在台湾或是在国外很流行什么在家教育，他们的理念就是觉得说，我觉得一般公共的学校的课程不能满足我对一个孩子全人的教育的完整，所以我宁愿在自己家里面辛苦，孩子自己教，教他一边的知识以外，还教他生命，教他圣经，教他信仰，然后再去参加那个检测，看有没有通过国小课程或是国中的课程。有些人又就是愿意付出更多的心血那现在台湾有一些教会他们就主张我们教会自己来教小孩子。就像我说，在家教学可能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妈妈教不来，或是他没有办法完整，所以用教会的名义来教。在美国的这个在家教学非常非常的流行政府也认定了。当然，台湾也有一些比较实验教学的不是正规的学校，但是它另外一个，但是那个很贵要花很多钱。总之就是很多人认定说，你的学习的东西对你有用，到底是为了考试有用，或是求职有用，还是整个生命的价值有用，那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争论那所以我们看到说，知识跟生命的教导有一些不一样。我们从国小1年级读到6年级，国中、高中一直读下去，知识可能很丰盛，但它可能是一个社会适应的低能儿也不一定，或者说对社会整个批判也不一定。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负面的批评说，这个叫什么恐龙法官，对不对？恐龙法官他们都考高分嘞，都得到国家考试及格嘞，但是他的判决就觉得说跟这个社会的一个认定差那么多。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在推动什么国民的一个陪审的法官嘛，就是要帮助这个法官他能够更精确的去评判这一些人的罪或是怎么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知识跟生命的教导不一样。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容易可以去印证这件事情他谈到说，有一个妈妈有一天吃完饭在切水果切了2种水果，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木瓜好了，那就借由这个谈话当中看到一个他所带来一个启发了他妈妈一切了水果之后呢，孩子就问说：“妈妈，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苹果切下去，它的籽很少，种子那么少，但是呢，木瓜怎么会那么多籽他就好奇，小孩子当然这种问题应该，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接受到这样的问题然后妈妈就借这个机会给他分享这个蛮有一点就是哲理啦。他说，种子的数量种子的数量是由苹果妈妈和木瓜妈妈决定的，所以会生下来会多那么多籽是妈妈决定。但是他又讲一句话说，一颗种子呢要长出多少水果，是由种子自己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的里面的 DNA 是这样子传承的，但是种子以后长大要生多少，你种子要自己决定。苹果种子就有大概8颗大概是一个一般的算法了但是容易算得很清楚。但是把8个种子埋到土里面，将来会生出多少苹果，无人算得清楚。种子可以算，但是将来长大要生出多少不一定。所以一粒种子虽然小，
力量却无限，可以长出无限的苹果。这很跟那个耶稣讲的预言很多有关哈。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它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一颗芥菜种种下去会结出几倍。”好啦，所以这个妈妈她又取出了一个木瓜的种子，叫孩子把那个，我们知道木瓜我们都把籽把它剥开，对不对？我们很少去研究这个籽到底里面什么东西了哈。然后就是说，请这个小孩把那个外面那个薄膜把它剥开，剥开之后发现说，里面的籽壳里面哈一个小黑籽，但是其他都是空空的，里面都没有。那这个小孩子就更觉得很奇妙哈，奇怪。那妈妈又说了，她说种子有2种东西哈，这种2种东西我们看不出来的。第一个是不可感知的本质，木瓜的种子，苹果的种子。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看到它果实是怎么样，你不知道它将来会变成怎么样，所以它有不可感知的本质，能够决定它成长的样子。一个是无限可能可以吸收的所谓的空性，空性的意思有点就是说我们掏空，我们整个人虚空那种意思，就是谦卑、虚空、愿意接受。剥开了，然后虽然这2个都不可见，但是它会吸收什么呢？它借由阳光、空气跟雨水，那就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个妈妈就回答说，种子不是靠自己长大，是要吸收外面的营养才能。所以呢，科学家的一个研究很有趣啦，他说种子在花盆里面栽下去的，直到长大成一棵树哦。我们台湾很多人会整理盆栽，对不对？甚至可以把一个盆栽里面生出好多那个小柳丁或是柳橙啊，哇，可以结很多果子。那科学家就发现说，很奇妙，泥土没有减少，已经长那么大棵了，还是那么多泥土，也不增加。那到底这棵树是从哪里来的？听起来很有哲理，对不对？很有科学上的奇妙。那换句话说，种子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它意味种子是透过空，它倒空自己，然后吸收外界的能量来长大。这个能量就是阳光、空气和水嘛。所以简单从这个妈妈跟孩子的故事、种子的故事可以做3种结论。第一个是种子是透过它的空来吸收，如果说你满满的，也许没有在地里面就没办法结果。第二个是孩子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有阳光明亮的心呼吸美好的生活的空气，还有充沛的爱。换句话说，阳光、水、空气，好。如果从一个小孩子或是一个要成长的人来讲，他就是有像阳光明亮的心，有美好的这个生活美好的空气的培养，还有包括充满了爱的泉源。那这些都是一个小孩成长的关键。那从这个小故事可以引申到我们从耶和华得到教导，你如果不倒空自己，不虚心的接受，你根本就是一直捆绑在自你个人的固执里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新的启发跟学习了。所以树它要长得够大，就不怕风雨寒冷，结出数不清的果实。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事情真的有时候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或是不是一次跌倒就没有知道自己有多样的脆弱。那之前好几年看到一个小故事，在新闻的故事，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家暴的父亲呢，他为了赎罪，就协同他的儿子打赤脚，环台绕一圈，用走路的，走12天14万步。他说，这个时候才知道雨后的彩虹有多美，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是几年前有一位年轻人叫林凯伟，然后他的父亲叫林福哥，他们2个人呢，就是开始走台湾一圈，宣导怎么样反霸凌了。因为那时候
台湾才慢慢发现说，哇，这个霸凌的事情对孩子的成长非常大的伤害。家里的霸凌，或是所谓的家暴，或是到学校里面受孩子同台的家暴啊，这个霸凌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一位孩子呢，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家暴，还有学校语言的暴力啊，所以就到最后甚至患了忧郁症。他说，这个老爸为了表达他的歉意跟悔罪，这个林福歌先生他就规划了12天行走台湾的计划啊，就这2个人，他打赤脚，就是走台湾挂了一个牌子说，大家要阻绝那个这个霸凌跟家暴。这位先生呢，他后来事业有成，但是对他孩子时代打了他的孩子，他觉得非常的痛心，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决定要还台来，好像赎罪的意思哈，而且强调暴力不允许有第一次，呼吁民众不要有暴力来反霸凌哈。啊，就是这个爸爸跟孩子。那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生命的教导知道说，有些时候在知识上的是有限的，当然这个是负面的，它已经发生了，然后用悔罪来表达他的歉意。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家里面会很细心的呵护自己的小孩。那这个到底对不对，不一定有标准的答案，但是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让小孩在家里面，他说该吃的苦要让他家里吃完，要不然你到社会里面，别人可不会像你的做父母的哇百般呵护，什么东西都拿到他前面让他吃啊，他一定要去有足够的免疫力去面对这些挑战啊。所以就有一个小故事我看到在网络上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18岁的孩子他因为被照顾得太好啊，对妈妈很没礼貌，有一次要跟妈妈要钱，妈妈不给他，甚至还动手推妈妈。哇，这个爸爸听到消息从外面赶回来，他做一件事情，可能不是好的行为了，但是他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他的差异。他反过来跟这个孩子说：“孩子，你给我500块。”那个孩子说：“我根本没有啦。”哇，这个爸爸生气起来就打起这个小孩啊。他说：“你不给我钱不行。”那小孩说：“没有，我没有钱啊。”那爸爸就用这样来问他说：“你妈妈不给你钱，你就打她？那你不给我钱，我可以打你吗？”还用一种叫反教育的方式来训练他的妈妈他的孩子。那借由这个孩子一种很大的管教，他就告诉孩子说：“你妈我从来没打过她，没想到她怀胎10月，丢了半条命才把你生下来。养了你10几年，他说就算一条狗都知道感恩了，还会冲着你摇尾巴，你竟然打他，你可真厉害，连一条狗都不如。”哇，用这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来教导孩子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爸爸说：“好，你不是想要钱吗？可以，我就当我跟你妈欠你的，你不是要300块吗？我给你5000。但是呢，你拿这些钱以后滚蛋。”以后不再回来了。哇，这个事情就是很大的冲击啦当然我说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教导方法，但是让我们去从这个小故事里面去体验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对夫妻他们晚上睡着了，早上发现说孩子还跪在门外，还跪着。从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就变了一个人。不仅帮妈妈做家务，而且在学校特别努力，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很多了。那他又就借由这个小故事在告诉我们做家长的或是跟孩子讲，他说每天把孩子当老祖宗一样拱着，但是别人不一定也要这样惯着你啊。你舍不得教训他，有一天会帮你教训；你舍不得动手，有一天有人会帮你下手。所以只有知道吃亏，知道疼了，他才会有记性。我们平时生活中很多家庭都围着一个小孩子转，
可是当他们进入到社会以后，没有人再围着他了，怎么会差那么多？我在家里面是小王子到外面什么都不是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你爱他，有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要接受耶和华的管教。所以说，爱孩子要给他正确的方法。我们可以不让他挨饿，不让他受冻，但是呢，应该吃的苦，让他在家里面就吃完了。这样的话，当他进入社会以后，就能够好好的适应这个社会。那这是多么的一个让人家矛盾，或是觉得好像这个拉扯了啊！所以接着，现代的台湾人，包括世界很多地方又遇到一个共同的毛病，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啦。什么课题呢？就是远离童年的富裕病。我们说早期在战后的时候，大家什么都没有啊，哪有什么富裕？但现在世界有很多地方富裕起来了，孩子的教导就产生一个状况，在台湾很严重，我们就不用说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前20-30年都一胎化，家长对孩子是照顾到好像就是太超过了，但是他对他到入社会有帮助吗？所以我就之前看到一个调查就是美国的一个调查，他说继承15万美元466万大概台币以上财产的小孩，说有20%会放弃工作，而且多数一事无成。466也不多嘛，对不对那一份就是说，他身上有不劳而获的钱，竟然会有20%他不想工作，就反正身里有钱，身上有钱了，所以他们得到越多就越不满足，甚至失去奋斗的目标。所以他们美国的一个学界就把它称呼叫做富裕病了，富裕的病毒富裕的病毒，而且席卷到全球，美国、日本到台湾这样子。那所以这个调查在美国一个商业周刊出版的一个调查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写？他说：好好带你的小孩，不要给他们太多钱。哇，这个跟我们台湾人的观念差很多。我们父母亲再怎么节省，都想要存下来给孩子啊。但他说这个对他不一定是好的。所以这个商业周刊呢出版了一个专题25个非常棒的观念那就这个标题。他说把这个富裕病就是把2个英文字合在一起的。就是1990年代发展于美国，他说2个单字，一个是富裕，一个是流感，然后一种富裕的流感就对了这2个字合在一起，他在检讨这个社会的弊病检讨社会的弊病。他说那些由于父母供给太多，造成孩子过度沉溺物质，生活缺乏目标这些后遗症。哇，那就是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美国他们在检讨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对于那些还物质缺乏的人，根本跟他们无关而是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家庭经济良好的时候，对家长一个提醒其实他们台湾也做了一个专题配合这个专题来讲。他说台湾当时根据金管会统计，台湾的卡债，所有的卡债当中，有1/5是由20岁到29岁年轻人所贡献的。换句话说，这些年轻人不管他会不会赚钱，他现欠债所以呢，他们主要是不是要去读书或去创业，而是买奢侈品。所以欠下多少呢？1478亿元。我们记得在20年前不是有一些那个现金卡吗？一大堆年轻人都去申请，哇，那个时候不得了而且广告的好厉害那个银行听说还赚了好多，后来都倒掉了。换句话说，物质给人的负面更多所以这个也兴起美国一个反思的浪潮了我们都常会在新闻看到这个故事，有1/5的富豪，他宁愿把钱捐出去，就不留给孩子。我们也知道说，出名的比尔盖茨，他只留了1/500，他曾经是世界首富，对不对？他只1/5，让孩子足够的生活，然后其他要自己赚的。他把这些钱都捐给了社会福利的机构。
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些是从前面的耶和华的教导，然后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孩子怎么教才是合乎主的教导，耶和华的教导。我们是要学习那个整个生命的学习，而不是用物质来满足这个孩子。所以有2个小小的一个对照哈，就是德国的一个投资银行家，就是叫梅兹的，他的家族，他们家族是被称为说富过3代啊，就他们的家族没有像台湾讲说富不过3代，他们是富过三代的。他们说一个秘诀就是不让孩子关进金鸟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因为家里富裕，让孩子都生活在一种不劳而获，或说所有的是从外来的，他要让他们自己努力去追求自己所要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的小孩子呢，一样上地区最普通的学校，每天走路去搭公车上学，跟同学一起玩耍，一起生活，一起吃同样的食物，就让他觉得说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你有一个好老爸，一个富爸爸。那另外还有比较出名，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集团叫做 Walmart， 有没有？好，这个沃玛集团哈，他们开那个那个百货非常的出名哈，曾经是全世界前几名的企业。这个华顿家族那个创的董事长叫山姆华顿，他奉行了一个财富的教育。他理念是说，劳动让人有价值，而不是因为家里给他们多钱让他生活。他说这个华顿他说从来不给孩子零用钱，孩子从小就开始打工，在店里擦地板、修补仓库的屋顶、帮助卸货，根据一般工人的标准付给他们工资，这样子。这是这个华顿的家族，就是我们的Walmart哈，大家在美国知道这个每个城市都有这个哈，你买东西大概都从那边去买各种百货这样子。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耶和华的教导到整个我们这些讲的小故事来陪衬，知道说人的生命的成长不光只是知识的，而是从生活当中让他学习。我们教会就是希望能成为一个培育生命智慧的地方。那等一下我要把时间省下来给我们硕宏长老来分享哈，我只是把它做一个标题式的一个分享。我们教会里面希望说，借由教会的教育事工，让我们的孩子是学习生命的智慧，而不是单单一个知识的教导。第一个，儿女都受耶和华的教导。我们教会有各种主日学青少年的课程，我们有门徒培育的课程，是神国命定的课程，有各样的门徒学校、大学、信徒小组培训，还有我们的领袖大学的培训，这些都是我们在怎么样培育一个合乎神呼召的门徒。第三个是丰盛生命的课程，我们有圣经研习课程，我们有社区研习的课程，有理财有道啦，成为好管家啦，书法班啦，还包括我们各样的服饰技巧的学习，我们的敬拜团的学习，我们的乐器的学习，我们鼓的学习，吉他的学习，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诗会者谢牧师会指导我们这新的执事怎么样站讲台上用台语来诗会啦，用华语来诗会，要来祷告这样子哈。那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还包括哀伤陪伴的课程，有马教授跟一群同工来帮助那些遇到家人离去的哀伤。还今年我们又推动了一个离婚前的关怀课程，又帮助在这个社会上有的人在婚姻里面遇到伤害或者遇到挑战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陪伴他们成长。换句话说，我们所学的是一个完整的全人的，或是一个全龄的。我们今天不只是国小国中这个小学生，而是因为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愿意走上这个学习的道路，我们说受耶和华的教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叫做一颗谦卑的心哈。如果同工有麦克风，可以拿着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一颗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哈。
一起来唱。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得到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让我在你的旨意里得到耶稣的名，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深深的因为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再一次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第一个，我们求神，因为爱我们，他亲自教导我们，而且是让我们能承受得起，有智慧去领受的。我们也许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修剪，但是主的爱里面，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属灵的生命，在一生有神的智慧来面对所有生命的挑战。我们也为我们的主日学、青少年、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教育课程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从天上来智慧，每位老师所教导的每一个学员都能得到最好的学习。第三个，我们为疫情减缓，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家庭，求神赐下恩典跟福气。特别我们教会中有遇到病痛的兄姐，求主赐下医治在他们身上。有的人在心灵上受伤，或是家庭亲子关系有遇到挑战，求神亲自遮盖跟扶持。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在工作遇到挫折或是没有突破，也求神开路，让我们看见神美好的应许在前面。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为自己的孩子祷告，让他们在神面前接受耶和华美好的教导，能够得到大大的平安。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开口，为自己、为教会、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智慧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平安跟喜乐赐福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学习主的教导。主啊，让我们承受得住，我们有倒空的心，成为神给我们美好的种子，能够成长结实累累。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教会当中有病痛的兄姐，我们有遇到心灵哀伤的兄姐。主啊，有我们的家庭遇到困难的，都求主亲自来保守，尤其在工作、在生活、在家庭跟婚姻当中，求你赐下恩典跟满满的保护。感谢赞美主。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将你的话语记在我们心中，因为主你爱我们，所以你要用各种方式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一颗倒空的心，愿你接受，就像一颗种子在泥土里面吸收了空气，吸收了养分、水分、阳光。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结实累累，在你面前成为美好的果实，奉献给你。我们为教会、为家庭、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所需要祷告，请你从天上赐下恩典，满足每一个弟兄姐妹他心中的渴求，引导他们的道路，每一个人看见神的应许。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是教育施工主日，求你让我们的
的主日学、我们的青少年以及我们各样的教会的教育课程，都能真正造就成为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美好的门徒，为主你所用。我们将奉你名来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奉献之前，我们要请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教育培育组的组长就是我们的宋荣长老来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教育事工哈。我们请宋荣长老。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好不好？那个主日学的一个影片。这段影片是在疫情当中，我们的主日学同学老师们一起来为线上的主日学来做一些制作
这个是我们在疫情当中这些主日学的小朋友、老师们一起来制作不像我们成人的礼拜线上礼拜都是有牧团的牧者跟一些同工来主持这个线上礼拜那主日学真的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一起来参与读经祷告还有一些诗歌的分享老师的鼓励等等的，也谢谢这段时间有一些同工都投入在这个影片的制作让这些主日学小朋友跟教会一样有很好的一个联系目前主日学已经在实体的上课了那我这边简单的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教育事工。其实我们教育事工不是只有主日学的事工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的教育事工，简单的介绍一下希望这个是值得大家去重视、值得大家去关心的一个事工刚刚讲主日学，除了我们刚刚看的影片有一些线上的一个聚会以外，我们主日学还有许多的除了礼拜天的主日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是去年的一些活动。我们在去年圣诞节有一个圣诞派对活动，我们邀请了钢铁芭比，就是林新贝老师姐妹来这边做分享有很多会外跟会内的一些小朋友在这个地方得到很多的一些鼓励跟激励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活动。然后今年的复活节，我们有一个复活兔的一个沙林的一个制作帮助小朋友透过这样的手作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期然后母亲节也有透过教导小朋友做一些花朵手工的花朵的制作来赠送给母亲我想这主日学的活动除了说上课教学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活动来帮助这些小朋友透过主日学老师的教导跟他们的学习来快乐的在这个地方来学习跟成长。那我们的教育事工其实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儿童主日学，然后等一下我会简单介绍查经班，然后再来就很重要一个叫门徒训练，就是神国命定的课程，然后一个丰盛生命的课程，有这几大类是我们目前教会所推动的教育事工。主日学的部分，目前我们主日学已经恢复，10月份已经恢复到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在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有分2堂的主日学那第一堂主日学是早上9点开始到10点20分有5个班级第二堂主日学是上午11点到12点10分有4个班级每个班级都需要至少是1个老师，然后我们希望说老师除了教学以外，他一样可以正常的来聚会，所以我们1个月会换1批老师，所以我们老师需要的量是非常多的。目前我们的教学国小2年级以下到幼稚园，我们是用总会的主日学教材来教导来当教材。那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中小以上的儿童，我们用儿童归纳式的查经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学生来透过圣经来学习。那目前的人数大概所有的人数大概有94位不含国中班那平均每周出席大概是50位到60位左右那我刚刚讲说我们师资有31位同工，看起来好像非常多实际授课虽然有20位老师非常多，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班级非常的多，学生非常的多，那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投入到我们的服事的行列真的我们目前的师资是不足的特别我们目前我们的之前的主日学校长邱毅校长，他在这个区块服事已经超过13年了那他在今年他有提出说是不是可以有新的一些同工可以来参与服事领导主日学所以目前我们主日学的校长是还空缺着，我们还在等待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很多的同工加入。那底下这个名字这是我们的主日学的分组，里面有一些主日学老师的名字，其实在我们的周报里面也有主日学老师的名字每个礼拜的周报上面都有，请大家为这些主日学老师来祷告我再次的呼吁说，这个主日学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为什么呢？最近这几年常常有很多的第一次来教会然后受洗我们问他说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什么来想要受洗常常他们在分享说他们在小时候有去过主日学，他们小时候有去过主日学，他们小时候有听过耶稣
在主日学当中有享受到从神的爱，的温暖，他知道老师对他非常的好。当他在长大以后，他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寻求生命的答案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到教会来。他思想到主日学的时候那种在教会里面那个美好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所以这个主日学事工真的是非常要紧的一个事工。你不要看说一个主日学老师在教导这些小孩，好像看这些小孩这样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有在听，他们都有知道你在跟他分享神的爱。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投入这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工。我们目前非常缺各样的同工不只是教学的同工，我们还需要服务的招待的同工。所以我这个地方再次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来报名来参与主日学的事工你可能会讲说我可能都不会，我怎么教？很多时候你透过主预备这些课本的教材的时候，你学的东西得到的东西会比你教的还更多所以说真的是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呼吁大家来参与。那除了我们主日学的事工以外，我们有查经班所以这个地方我顺便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查经班。那这个查经班呢，适合我们成年人高中以上大学我们真的所有的全年龄的都可以参与。第一个是华语查经班，是马泽生教授他在每个主日的上午9点15分到10点15分，在教育中心的1楼会议室在草考圣经，目前草考是罗马书所以大家可以在第一堂的时间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查经，第2堂再来参加这样的礼拜那我们还有英语查经班，是我们的李伟教授他主领的，一样每个礼拜天的上午9点15分到10点15分在敬拜中心的2楼会议室。目前草考是出埃及记快要结束了接下来是约书亚记真的就是用英文来读圣经，用英文来解释我想圣经我们每个人都看得懂，但是不知道里面其实它不是字面意思它真的有非常多你要认识更多圣经里面它神在里面的含义它的教导，你要透过查经班你会更认识，不只有字面的字义而已所以查经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另外一个我们有台语的查经班，现在正在进行是林忠老师他主领的，在10点45分到11点45分在教育中心的2楼的目前查考是诗篇另外一个青少年的查经班就是提摩太的一个查经班是礼拜天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在教育中心1楼的小会议室，目前有徐耀武传道跟我们神学生还有龚医师龚硕文医师他们一起来带领的目前查考的是路加福音这几个都适合大家来参与。最后呢，我还要再介绍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这是一个我们称为叫神国命令的一个课程，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参与到进入到神的国度参与成为基督徒以后应该要受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第一个有一个全人更新营会对一个新加入教会的一个慕道友，我们透过全人更新的营会让他们知道他目前的属灵状况。我们透过全人更新营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营会能够分别为圣。我们过去受到一些不好的一些灵所控制的生命，透过这样的营会我们来斩断它，重新面对我们正确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营会来改变一个人。另外我们开始有一些课程，第一个叫门徒学校的课程，总共17课，教导所有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如何读经，如何祷告，如何认识这位三一真神，如何认识这个圣灵如何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灵修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工作、人际关系上如何做一个有见证的人，都是在这个门徒学校里面去上这些课程。接下来有一个叫门徒大学的课程，总共12个课程，让所有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可以服侍别人、可以服侍主、服侍教会，可以来传福音可以来成为参与教会服侍的一个门徒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来帮助大家更认识自己如何来成为祝福人的人。第3个课程是叫做领袖大学的课程，训练你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成为小组长，成为一个长职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成为
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带领弟兄姐妹来认识神的一个领袖。最后有一个好牧人的营会帮助这些领袖们成为一个好牧人，跟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一个牧人一样我们来一起来牧养关心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那另外一个课程，这是很重要一个课程，叫大使命学校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往普天下传福音。所以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学校，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想要传福音，透过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学校参与到传福音的工作目前有幸福小组的传福音工作福音茶会的传福音的工作，你可以透过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你可以学习一些技巧可以来传福音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最后一个课程叫做丰盛生命的课程，我们教会有透过教育团队装备团队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课程，还有爱山陪伴的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来有非常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课程，在我们的周报的第5页、第6页都有记载这样的课程。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我想我今天在这边所介绍的这边，无外乎就是要唤起大家来重视我们教会的教育事工更唤起大家能够参与参与的不只是参与课程你可以参与不一样的服事我们也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支持我们的这些教育事工。另外一个可以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有门徒训练的基金奉献，透过奉献也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事工希望这个教育事工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得以兴旺，让所有弟兄姐妹透过教育事工，人的生命得以翻转，得以改变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一个基督徒以上报告，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跟关心我们的教会教育事工。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奉献了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教育事工来奉献。假如说你的周报里面有奉献袋你可以为门徒训练来奉献所以这个时候来奉献，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深敬拜你，一生爱你，深荣耀你，一生奉献，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现在要来举行主日学升级祝福礼，要赠送圣经给升上国小3年级的小朋友。名单，我来念名单。
郑晴允，然后请你们出列哦。听到名字到前面来哦，来好不好？黄之恩、之恩、熊玉、许可言。郑晴允、黄之恩、熊玉、许可言。第一堂说牧师没有拿麦克风，都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啊，所以要拿麦克风一下。好，好，第一个是黄之恩，举手。哦，好，拿着。第二位是郑晴允，晴允。再来是许可言，好。第一堂牧师疏忽了一点，我们为3个小朋友来祝福好不好？一起来祷告哈。现在父神感谢你，我们看到3位可爱的小朋友，他们今年升上小学3年级，表示他们可以开始读圣经，亲自看主的话语。主啊，求你开启他们的智慧，也让很多教导他们的老师有神的恩典跟他们同在，让小孩子从小就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有热情追求神的恩典。请你赐福我们今年所有升上3年级的小朋友，以及所有的主日学小朋友，让他们在教会、在家里面都有美好的学习。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好，给3位小朋友鼓励一下，好，谢谢。背诵金句，我们来看周报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申命记31章8节。好，现在由我来报告下周主日的主礼爱诚弟兄诗会山营执事。我们看第4页，教会的肢体交通及本会的消息。我们看第3点，下个主日11月14号，我们要举办第1场福音主日名人讲座。我们邀请歌手艾诚来做生命见证，也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你的同学、亲友一同来参加。那也配合第6点，推动本会感恩节及圣诞节的福音事工。我们鼓励小组团契配合爱诚弟兄的生命见证，你能邀请慕道友一同来参加。那么接续之后，能自选时间来举办感恩节及福音茶会，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慕道友都能够领受圣灵的一个带领及福音的一个恩典。我们看第9点，本会定在12月12号举行圣餐以及洗礼式，欢迎有要受洗的人在11月14号之前来完成报名。我们看第11点，再重复一次刚才硕荣长老的报告，我们的哀伤陪伴以及离婚关怀事工的这个课程已经开始，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注意这上面的一个时间，也欢迎你们来参加。第12点，富强周末讲堂，我们在11月21号主日的下午1点半到3点半，我们要举行成为好管家家事清洁收纳管理的讲座，主题是忠心跟随从家做起。我们邀请吴清平讲师，主要呢要来分享在家里头的一个清洁收纳跟管理的技巧。那么你可以扫描 QR code， 因为名额有限，那请大家踊跃的来报名。最后是婚礼的消息。我们恭喜本会张西道长老、邱玉老师他们的长子张志佳弟兄与叶依宁姐妹，定于明年1月15号礼拜6下午在本会举行婚礼。有要参加婚礼的喜宴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在1楼的布告栏当中呢来做一个报名。以上的报告，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留下几分钟，我们要为11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哈。那周报我都记得很清楚，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就好。第一个是我们周报第2点的报告，我们长职新受选的名单哈，都记录在这里，照规定要公告2个礼拜。那这些
长职，我们请为他们祷告，他们有预备心，要一起来服侍主，在明年的第1个主日要就任哈。那刚刚有提到爱城弟兄的这个见证会呢，我们不只是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了哈，特别我们第2堂哈，它的属性更适合我们第2堂，所以期待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多邀弟兄姐妹朋友慕道友一起来参加哈，一起来领受福音的恩典跟祝福。那我们有教会有那个电子卡、电子的图档我们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如果你有邀请朋友来的话，有多少人？稍微给小组长讲一下，那这样我们可以预备，如果午餐的话可以多预备一点哈。那另外我们这个教会从11月份开始呢，我们等于这个礼拜就完全恢复了，还包括说带领诗歌或是牧师可以暂时脱口罩了哈。那重点是我们第1堂礼拜就祷告会跟我们的敬拜赞美合并在一起，所以8点40就开始哈。那我们的第2堂就提早10分钟所以请大家记得做礼拜是10点50哈，那一起上诗歌，一起祷告哈。那另外我们刚刚有会期执事有提醒我们大家，在感恩节跟圣诞节能够推动一些福音餐会啦、福音茶会，一起来邀请朋友跟这个爱城弟兄的见证会配搭在一起哈。另外我们在11月28号有感恩节的奉献跟礼拜，还有11月28我们要举行这个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请各单位首长记得要整理资料来交到我们办公室来哈。另外我们在12月12号要举行洗礼式洗礼请大家鼓励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能够报名参加洗礼用这样的一个补充。那我们期待呢，我们年底的事工能够继续恢复正常不会受影响。那等一下我们就留下来做一个庆生会，谢谢。颂荣，我们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完，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在11月份有很多寿星，快接近100个。我们要请在场的寿星起立一下，好不好？我们会给你祝福庆生这边有，上面也有我们也唱2次，一个是华语的生日快乐歌，再来是英文的来，一起来，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给你生日快，英文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要请林立祥弟兄来前面准备来吹蜡烛，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好，预备，拍手，感谢主。牧师来做一个祷告祝福再来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谢父神，我们为11月份所有的寿星献上祝福跟祷告。主啊，
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也从父母亲的培育来成长。求神恩典赐福在每一位受精当中，让他们用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也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让神的恩典永远跟他们同在。那每一天的行事、工作、健康、家庭以及事业都蒙神的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纪念主，为主来做见证，也求你赐福给每一位我们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以及在我们的转播当中一起领受神祝福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大家蒙神的恩典，在疫情过后，大家更有活力，更加荣耀主，在工作事业生活也都蒙神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彼此祝福一下，祝你平安，谢谢。